近期咧有諗法喺大陸置業嘅港澳朋友啊，其實心入邊咧都會擔心會各種中伏嘅，譬如話驚收唔到樓啦，同埋我哋嘅樓價買貴咗，亦或者係我哋嘅價低首期呢啲政策等等情況。咁首先咧有諗法係我哋北上買樓嘅朋友啊，最緊要就係揀一啲實力過硬，同埋喺灣區入邊深耕多年嘅一個品牌開發商。咁今日我為大家介紹嘅呢個樓盤就係由我哋百強企業傾力打造，係港澳朋友置業嘅穩妥之選啦。項目嘅樓棟已經係全部封頂㗎啦，屬於係一個準現樓狀態，咁樣大家就唔需要擔心呢個交樓嘅風險啦。屋苑地段坐落喺坦洲嘅中珠交界，路網四通八達，10分鐘直達珠海三武、華發商都，衣食住行、休閒娛樂一站式搞掂，往返港珠澳大橋口岸都只需要25分鐘，港澳通勤超級方便啊！小區門口咧仲設有專屬嘅港澳直通巴士啊，咁每日咧會有多班嘅班次往返我哋香港太子荃灣，落門口就可以直接坐車返到香港，咁就唔使再轉車咁麻煩啦。價錢方面亦都係非常之有誠意嘅。咁我哋講返啦，中山坦洲目前好多嘅精裝樓市面均價都係去到13000到15000蚊一個平方嘅，揾我 Hanson 置業幫你攞到內部嘅最低價。呢度講緊單價都係7字頭就可以攞低咁樣嘅一套精裝3房單位啦，89平方米3房，總價68萬起，首期可以幫你做到最低4萬蚊就可以輕鬆上車啦，月供都只不過係2500蚊啫，108方4房改善型單位，總價75萬起，同樣做到低首期6萬蚊就可以搞掂，月供都係3000蚊就 OK 噶啦。哪怕係我哋普遍嘅工薪族，亦都係輕鬆置業，毫無壓力㗎。拒絕虛假透露，揾 Hanson 置業，額外再送上全屋家私家電大禮包慳到就係賺到啦。咁仲喺度猶豫緊嘅老友記，唔好再等啦！有興趣嘅評論區留言666，或者即刻 PM 我 ，Hanson 親自帶大家嚟實地睇盤，揀返間啱心水嘅單位啦。